大家好，我係 Yoshi。之前呢，終於抽時間去睇咗呢個《Zootopia 2》優獸大都會2。咁其實同預期中嘅感覺相差唔係好大。有啲觀眾反映嘅信息呢，都係延續上一集嘅套路，冇乜驚喜。咁作為我嚟講呢，一套迪士尼嘅合家歡動畫，上一集已經有將各個種族融匯埋一齊咁嘅概念，本身就已經係突破好大嘅。佢今次都大致只會係延續呢個架構，繼續咁走落去啩。我個人呢，就唔係好強求佢有咩好顛覆性嘅變化。票房方面，好多地方都傳出好消息。中國大陸地區上映首週呢，就已經衝上咗20億人民幣嘅大關啦。有被推測最終票房可以達到42億嘅，同《復仇者聯盟4：中國之戰》睇齊。日本方面呢，開畫3日就已經創下18.9億日元嘅票房紀錄，刷新咗外語片電影首映票房第1名嘅紀錄，並有持續締造破紀錄嘅熱賣表現。而喺主場嘅美國票房，包含感恩節假期在內，上映後5日，北美票房就達到1億5600萬美元，稱霸週末票房。呢個成績係歷代動畫電影首映票房裏邊排名第2位嘅，喺迪士尼動畫裏邊僅次於《海洋奇緣2》。雖然有咁多利好嘅消息喺度做鋪墊，但係我哋呢啲睇咗咁多年動畫嘅人，明白有時候票房同作品品質未必有必然嘅成正比增長關係。好似以前票房爆晒嘅《你的名字》同《鬼滅之刃無限列車》，都只不過係俾我感覺可以保持同系列嘅水準咁嘅啫，並未去到質量突然飆升嘅感覺。所以今次入場睇《Zootopia 2》，我都係抱住可以保持同之前差唔多嘅水準就 OK 噶啦嘅心態。咁為咗唔好影響部分未睇嘅朋友嘅觀影體驗，我喺呢度呢就唔做咩劇透啦。其實作為一部老少咸宜嘅卡通片，佢亦都唔係要求大家有好多嘅知識儲備同深刻嘅解讀能力先可以睇得明嘅。角色邊個忠邊個奸，啲立場好快就會同你揭曉。一句話講，就係唔使你傷腦筋嘅。今次由於好多角色都已經係熟口熟面，如果大家對9年前嗰部前作裏邊嘅角色仲有印象嘅話呢，就可能會覺得今次嘅續集好多角色都已經見過，令人耳目一新嘅角色呢就唔係好多嘅啫。當然，主要嘅反派同埋新加入主角團嘅嗰條蛇呢，就肯定係新角色嚟嘅咯。我就唔知大家對蛇呢種動物嘅觀感係點樣啦，但以前我同身邊嘅朋友傾閒偈嘅時候呢，就無意中發現咗一個問題，就係大多數人對於蛇同蜘蛛呢兩樣嘢呢，多數都會唔中意或者驚其中一樣嘅。老實講，我個人而言呢，就兩樣嘢都唔中意嘅。論造型呢，蜘蛛更加可怕，而殺傷力呢，毒蛇又好致命，真係好難選擇㗎。據迪士尼方面曾經表示，新角色之所以用蛇作為形象呢，係因為2025年按照中國生肖係蛇年，而佢哋擔心上映嘅時間有所變數，仲特意將馬市長加咗入去，完全係嚟一個蛇馬雙飛嘅雙保險戰術。其實如果按照咁樣講，我覺得迪士尼仲未去得夠盡咯。與其揀蛇年上映，你都不如乾脆揀上年2024年上啦。大家可以試諗下，如果動物城裏邊出現一條追根嘅話，係會幾咁令人覺得興奮嘅事呢？而且龍呢種動物完全比蛇更加中國風啦，更加可以做到討好中國市場呢一點，簡直係一鋪去到盡添啊！咁關於呢個蛇馬戰術，我諗翻嚟又的確似乎係咁噃。呢集隻馬呢，其實都幾多氣氛嘅，就係呢個茄喱啡好多戲嘅感覺。講真啦，其實主線任務基本上隻馬都冇乜參與嘅，但大家又會發現到咗緊要關頭，佢就會出嚟臨門一腳搶功勞咁樣嘅喎。編劇擺明就係俾佢出嚟攞彩咁嘅感覺咯。香港粵語版呢次繼續由容祖兒為兔仔朱迪配音，而狐狸阿力嘅聲音呢，繼續由香港棟篤笑之神黃子華擔當。中國大陸普通話版朱迪同尼克呢，分別就由配音演員季冠霖同張震擔任，蛇仔 Gary 呢由大鵬擔任，而馬市長呢則由費翔先生配音。而喺大陸方面，就有一種聲音話，好似大鵬同費翔呢類演員出身嘅藝人呢，有時都要揾專業配音演員為自己配音嘅。點解呢個時候就走嚟迪士尼呢啲大製作度用自己把聲為角色配音呢？
質疑佢哋嘅配音水平可能未夠專業咁話喎。咁講真啦，我覺得呢件事似乎真係唔可以話擔任配音工作嘅人啲乜嘢啦。畢竟呢個選角嘅動作呢，係迪士尼一手包辦嘅，用演員嚟為動畫角色配音增加流量，唔單止迪士尼，而係歐美動畫片一直以嚟嘅商業操作。我個人唔係話對所有配音演員都好了解，但就大鵬而言呢，之前都有睇過佢嘅電影，佢自己自導自演，用翻自己把聲，感覺都 OK 嘅。費翔本身更加唔使講啦，早年就已經係好紅嘅歌手，論聲線係好聽嘅。只不過大家對佢嘅中文有陣西人口音，習唔習慣呢？咁就係另一回事啦。所以我個人覺得揾電影演員嚟為動畫片配音呢，本身冇乜問題嘅。關鍵係揾翻嚟嘅人配得好唔好，咩唔 match，呢個先至係問題嘅關鍵。而日本版嘅聲優陣容呢，就好似有啲幾有趣嘅嘢噃。如果熟悉日本藝能界嘅朋友，或者會覺得日本版嘅配音陣容完全可以稱之為豪華嘅。日本版兔仔朱迪係由上戶彩擔任配音，而狐狸亞力嘅配音呢，就係著名聲優深川智之，而蛇仔嘅配音呢，就係聲優下野廣先生。Power Battle 則係由山田涼介擔任。美艷索羚羊嘅聲音呢，係嚟自歌手 Dream Army。Dr. Fazby 係水樹奈奈。有件事我都唔知係有人唔覺意啊，定係專登。片中有隻雄性斑馬，佢哋揾咗個配音演員，個名裏邊真係有紅馬兩個字嘅。而另一隻斑馬呢，個配音演員個名就叫壯馬。除此之外，有隻貓女嘅角色呢，就真係揾咗一個叫做貓背春嘅演員嚟配音嘅。山陽警官 Bushido 同 Shablue 就由 Kinki Kids 嘅堂本光一人分飾兩角。朱迪嘅婆婆就由野澤雅子配音。嗱，大家如果對日本聲優界唔熟悉嘅朋友呢，唔識佢係邊個，我唔怪你啊。我只能講喺龍珠動畫系列裏邊，孫悟空、孫悟飯、孫悟天、吳天克斯、吳吉塔、孫悟空佢全家嘅男丁都係由佢一個人配晒噶。仲有一位同演員、聲優可以講係完全冇乜關係嘅業界大佬嘅名呢，都出現咗喺今次嘅聲優名單列表裏邊。我當時見到佢個名都有種無厘頭嘅驚訝，而佢個名呢，就叫做 Kojima Hideo 小島秀夫。喂，翻嚟先。最後我哋簡單咁總結一下啦。總結嚟講，對於中意上一集嘅朋友，我個人係好推薦今次去睇下嘅。如果平時都有睇開迪士尼 3D 動畫嘅觀眾呢，都可以試一下。關鍵係主打一個穩陣，唔算特別大嘅驚喜，但係喺各方面呢，水準都算係正常發揮嘅一部作品啦。稍為補充一點嘅係，咁我自己呢係會睇 4D 搖搖凳版本嘅。效果比較激烈或者叫做爽嘅部分呢，係主要集中喺前半部，特別係影片開場冇耐有一啲追車嘅動作戲呢，嗰啲部分就搖得比較爽啦。對於後半部嘅印象就比較依稀，搖得爽嘅位好似就唔多覺咯。當然 4D 呢家嘢可能唔同戲院嘅硬件會差異比較大啲，我只能話我睇嘅時候所獲得嘅感受啦，僅供大家參考。